每一趟出门。位伫大内基亚瓦社区，因为偏僻路过下，公车已经停开13档。根据了解，虽然当地只有100外户拢是老人较济，不过市府为了落实个人优先，改善偏乡的交通，消防公车将是上界适合的公共运输。28号上午，市长伫交通局长顶坐面带陪同，正式举办消防公车局21线通车典礼，场面温馨热烈。那么大条的消防公车大内区正式上线。这是公车的费用，计程车的享受，然后对于环境也好，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。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，对于业者来讲，这个费用比较降低，对于政府来讲，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，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，一举多赢的局面。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，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，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。交通局对第一期玉井白河的消防公车到目前，包括大内已经是第3期，后续也各有北门、七股、将军顶海线各区9条路线，111年第一季将陆续完成，同时推出大型服务。小黄公车的服务呢，我们前面2期除了推动之外呢，我们陆陆续续有推出我们新的预约站牌。那我们也有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资讯也上到我们大潭公车的 APP， 所以市民朋友除了打电话预约之外，也可以上我们的 APP 来做预约。那随时也可以掌握小黄公车现在的动态。那我想上面也可以及时告诉市民朋友上面还有多少空位。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小黄公车服务的精进。那我想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，让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能够更升级。第3期小黄公车特别的第1大车队，除了提醒大内民众要坐车到玉井，除了每一天3班会当伫徛牌等候，其他时间拢需要预约。同时嘛有提供无障碍车款加转型接送失智老人的服务。我们车队在地偏乡，我们有社会局的长照2.0的交通接送专车，一样是有无障碍的设备。然后民众如果说有社会局的这个2级以上，然后有得到补助的话，那他就可以搭乘我们的车子去医院就医。对，提前7天去预约我们的车子。伫地方的基台，这款有温度的交通运输，对着65岁以上的老人，更是免费，真正足甘心。欢迎市民多多利用，叫车专线0630000000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超邦采访报道。